你敢有认同台湾社会的性别平等已经实现啊？阮常常听到什么女权自助餐，但是为什么无男权自助餐呢？应该平等吧？女权自助餐是啥物人讲的呢？女权自助餐是查甫的讲的，啊，男权自助餐应该啥物人来讲？查某的来讲吼，就我来讲，啊，因男权本来的自助餐啊，就搁爱讲，本来就是权利吼，拢互查甫的收去啊。伊收起来讲，恁做囡仔无即个权利啦。较早投票吼，咱查甫会当选尔，哦，封投票的人，啊，投票的人拢是查甫的，权利拢只会伫查甫的手头。所以哦，无啥物男权自助餐啦，因为因本来就自助餐，哦，无就免搁讲一遍。我有一个问题，我有一个问题。你讲。啊，就是吼，因台湾算是已经。即摆应该算是平等的社会啊！啊，我身边有一寡朋友吼，拢会开讲的时阵问讲，已经遮平等啊，是毋是需要去关心其他的民生的问题啊？咱应该去关心其他的问题，毋是平等的问题啊！这个问题我嘛会当甲伊回答，就是讲吼，不管是啥物政策，还是啥物问题，其实全部的问题内底吼，拢有即个查甫，就是这个性别的问题伫迄内底吼。比如讲吼。咱前下讲通奸除罪化，敢有听过吼？通奸除罪化啊，为什么通奸会除罪化？因为伊性别不平等，吼，不平等啦。啊，性别不平等是为什么？因为处罚的拢是查某的较侪，查甫的较少。啊，这个时阵咱就喺关心么？毋是讲关心这个问题尔，该来关心讲这个问题内底哦，查甫的甲查某的，也是讲其他的性别比例安怎吼？若无共的时阵，也是有较加有较少的时阵，咱就爱来改善，爱来了解。真有道理呢！掌声鼓励一个呢！